来看2005年总统府的元旦升旗典礼是以台湾地泽智慧的智迈向未来来做主题。今仔嘛是热清德头一届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参加升旗，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。民众党是由中央委员林富兰代表出席，国民党有台北市长蒋万安甲立法院长韩国瑜。国民党中央冒办升旗活动，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中央望讲两岸甲咱国内会当对答。变作是和的一党。真欢喜的到小国旗入场，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个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典礼，甲副总统萧美琴两个人拢穿着空军的英伦风衫，甲民众这阵伫咧开道唱国歌迎接新年。呼应今年的主题，台湾地质迈向未来。总统府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，赖总统喙有小可开开，边的秘书长潘明安是全程喙拢无震动，顶多是萧美琴正大方的开喙做伙唱。伫咧结束了，赖总统也特别甲行政院长杜英台，一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握手致意。不过，杜英台甲韩国瑜两个人是自头到尾拢无互动。替台湾加油！对于总统府头前的升旗典礼，民众党表示有收到邀请函，不过是照往例由首席的中央委员林富兰代表党主席郭文哲参加。另外，国民党是伫党中央甲举办升旗典礼，前总统马英九也来参加。面对国会一直发生冲突，朱立伦点名执政党伫过去一年制造条件的对立。在民进党强力的杯葛，甚至用暴力的手段之下，我们立法委员团结一致。让25年来没有办法修正的财划法能够顺利的通过，80岁以上免84量表能够顺利的通过。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，尤其是赖清德政府之下，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斗。这个斗才是国民党的代表字。扩权法案斗官员，暴力攻击斗立委。总预算拖延和选罢法斗人民，而赖政府是另外一个斗字，与国际盟友斗争合作，和人民斗阵站在一起。老爷讲，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另也是强调所谓政治纷争，拢必须伫咧宪政体制来解决。另外，朱立伦也讲到两岸强调求同存异，两岸才法度和平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